舊年我就 set 太多嘅目標啦，今年咧我淨係 set 咗6個啫，完成咗4個啦已經。呢條片咧就好似係我第一條片嘅 part 2嚟嘅，就係講點解會揀做 YouTube 咧。啱啱做完運動，沖完涼落嚟買咗個外賣，就喺度食。今日買咗八方雲集嘅呢個甜水餃，即係素餃，準備食餃子咧。唔知嘈唔嘈？呢個揀咗可能而家1點鐘啊嘛，1點鐘咧就而家上半日堂啊嘛，學生。我坐咗喺一個球場喺度食嘢，咁有啲學生似換衫嘅有白茶熱豆漿。唔知啊，點解佢哋翻屋企嘅？Wow! It's a bug! Oh my god! There's more bugs! Get out! 咁咧，2011年咧 ，this is a lot of bugs. Oh my god! 2011年咧係我第一年會去旅行，全程都拍。咁啊，我記得點解會開始拍片，因為已經識剪接。我記得嗰陣時細個係我叔叔啦，我拉叔啦，佢對攝影好有興趣嘅，佢有好多佢嘅珍藏相機嘅珍藏，咁所以佢都俾我去嘗試去用啲軟件啦。就係嗰陣時開始咧，就識得拍剪片就係話。咁當然當時嗰個拍攝手法嘅嗰個質素係唔得啦，唉！我而家睇翻，如果你要我剪翻嗰啲片錄翻嚟嗰啲片，我係冇可能幫人做到。所以對我嚟講咧，回憶係好重要嘅。對我嚟講，我好中意影相，即係除咗拍攝之外咧，其實我都好中意影相。但係咧，我發現拍攝咧錄片啦，有呢啲 video 嘅記錄啦，比起影相咧，個畫面會更加生動啦，更加真實啦。當你有呢啲嘅記憶嘅時候咧，其實影片係能夠帶俾你更加多嘅回憶嘅。所以咧，我就會堅持每一次去旅行，我都係拍片。我係有睇嘛，哇！個鏡頭應該好污糟。6:56。直至到疫情前啦，每次旅行我都會拍片嘅。咁所以其實我拍片剪片已經有10年左右嘅經驗㗎啦。2018年係我比較低潮嘅一年，最主要因素就係因為健康出現咗問題啦。如果你有聽過類固醇上癮呢樣嘢咧，我就經歷緊嘅就係戒類固醇。咁樣身體出現咗一個依賴類固醇嘅反應啦，咁所以成身都出現晒濕疹，我知而家都仲有係咪？但當其時候我係連房門都出唔到，係好依賴屋企人照顧嗰次。第一就係個健康啦，出現咗問題啦。第二就係屋企發生咗啲事啊，即係甚至有屋企人過身啦咁。啱啱即係因為健康啦，即係亦都 quit 咗份工，即係完全冇翻工住，屋企都出唔到，仲要係有陣時譬如頭先講啦，屋企人過咗身咧，我都必須要去個喪禮。我好記得嗰個經歷就係我係痛住夾住腳咁樣去。即係唔係淨係痕，我嗰陣時唔係淨係濕疹話痕好痛，佢係又痕又痛，夜晚係瞓唔到覺嘅，係好折磨嘅一件事。我好記得我曾經有錄過一段片俾自己，就係講我一路喊住一路講，
我唔知點解要咁樣生活，我唔知點解要即係我好似被懲罰緊咁樣，好想過翻一啲正常嘅生活之餘咧，好想改變一下我嗰陣時有嘅生活，好想有改變。你會唔會同我一樣咧？有好嚴重嘅濕疹咧，或者牛皮癬咧嗰啲？有冇用到類固醇咧？有冇聽過類固醇上癮呢樣嘢咧？如果冇嘅話咧，就而家建議你即刻去 Google 一下，去揾一啲有差唔多症狀嘅人去了解一下。去到18、19年過咗之後咧，18、19年都係好低潮，咁但係慢慢身體開始回復啦，咁我就知道係時候要改變下。就點樣改變咧？其實應該係要從小事去着手，因為你希望有轉變咧，其實唔會話即係突然之間有啲咩大事出現會令到你有轉變，唔係嗰啲幾年先出現嘅一件大事，關事唔係嗰啲話我結婚就會，唔係嗰啲我有咗小朋友就會點樣好，我拍拖就點樣好，唔係呢啲，從來都唔係呢啲。要改變自己咧，其實係由你每日嘅一小步做起，所以我就知道係時候要將自己嘅生活習慣係完全一日改變。去到20年啦，就揾到上一份工作啦。咁當一個新嘅工作 settle 好之後咧，我就知要加插一啲新嘅生活方式。2021年咧係我開始慢慢有轉變嘅一年。我第一次去做 gym 啦，講咗好耐嘅一個即係 membership 終於報咗啦，第一次做 gym 啦，我第一次去行山啦，講起都覺得尷尬，因為咁大個都未行過山，所以我覺得咧，人生充滿挑戰係一件好事嚟嘅，每一日都挑戰自己。所以翻轉頭，點解會想做 YouTube 咧？就係因為佢將兩樣嘢 combine 埋一齊。我頭先一開始講，我中意拍攝，我中意剪片，同埋我依家講緊嘅內容，都係我同一啲朋友好中意分享嘅説話嚟嘅，一啲即係好中意分享自己嘅經歷啦、嘅故事啦，去希望啟發到有唔同嘅想法啦。所以將兩樣嘢 combine 埋，根本就係 YouTube 咯。所以我先有呢個想法而出嚟。所以諗佢想做 YouTube 都唔係今年嘅事，同我去做 gym 一樣，我起碼諗咗1年至2年。咁終於咧，今年咧有呢一個機會去實行。呢條片咧就好似係我第一條片嘅 part 2一樣，即係第一條片就講點解唔做全職啦。呢條片咧就係講點解會揀做 YouTube 咧。其實拍呢條片最主要都係俾自己睇嘅，因為我想若干時間之後自己睇翻，去提示翻自己當初點解會揀呢條路咧。因為有陣時做人都係好多時忘記咗自己最開始嗰個 purpose 嘅。咁我覺得其實要不斷提示翻自己，就為咩而去做呢樣嘢，好重要。好多時我自己習慣就會寫低啦，譬如嗰啲每年嗰啲目標啊，我會寫低啦，同埋係好滿足嘅，即係舊年都係啦。舊年我就 set 太多嘅目標啦，但係都有完成幾個。今年咧，我淨係 set 咗6個啫。咁咧，6個咧今日唔完成喎，我完成咗4個嚟，所以係好有滿足感。仲有2個啦，仲有嗰2個咧係都幾難嘅，看似好容易，但係對我嚟講都幾難。
就係要睇多啲書啦。另外一個咧就係要克服延遲啦。咁我好希望今年可以完成得到。係。好，留翻聽先錄啦。拜。